本来青年的稻仔所种做是一片美丽画布，高水土啊到达外部在地意象，亲像葡萄酒、火龙果和高铁的图，拢互刷卡来遮赏游客印象真深。很好看嘛，看下去风景很好啊。就是从上面这样看下去。 蛮特别的，嘿。市府农业局和外部区农会虽然说真侪年拢伫咧遮打造彩绘稻仔，今年嘛同款用5种色水黄啊来完成参园的景致。我们的图腾呢，主要是有兔子，还有我们外埔的农特产品。 葡萄、红龙果，还有芋头。当地里长讲，如果5月底进前彩绘稻的风景，会是上好看的时阵。即马嘛，当是当火和黄色海鸥大出的季节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当地佚佗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